第25章。那時，天國好比10個童女拿着燈出去迎接新郎，其中有5個是愚拙的，5個是聰明的。愚拙的拿着燈，卻不預備油；聰明的拿着燈，又預備油在器皿裏。新郎遲延的時候，他們都打盹睡着了。半夜有人喊着說：新郎來了，你們出來迎接他。那些童女就都起來收拾燈。愚拙的對聰明的說：請分點油給我們，因為我們的燈要滅了。聰明的回答說：恐怕不夠你我用的，不如你們自己到賣油的那裏去買吧。他們去買的時候，新郎到了，那預備好了的同他進去坐席，門就關了。其餘的童女隨後也來了，說：主啊，主啊，給我們開門。他卻回答說：我實在告訴你們，我不認識你們，所以你們要警醒，因為那日子、那時辰，你們不知道。天國又好比一個人要往外國去，就叫了僕人來，把他的家業交給他們，按着各人的才幹，給他們銀子，一個給了5000，一個給了2000，一個給了1000，就往外國去了。那領5000的，隨即拿去做買賣，另外賺了5000。那領2000的，也照樣另賺了2000。但那領1000的，去掘開地，把主人的銀子埋藏了。過了許久，那些僕人的主人來了，和他們算賬。那領5000銀子的，又帶着那另外的5000來，說：主啊，你交給我5000銀子，請看，我又賺了5000。主人說：好，你這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，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我要把許多事派你管理，可以進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。那領2000的也來說：主啊，你交給我2000銀子，請看，我又賺了2000。主人說：好，你這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，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我要把許多事派你管理，可以進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。那領1000的也來說：主啊，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，沒有種的地方要收割，沒有散的地方要聚斂，我就害怕，去把你的1000銀子埋藏在地裏。請看，你的原銀子在這裏。主人回答說：你這又惡又懶的僕人，你既知道我沒有種的地方要收割，沒有散的地方要聚斂，就當把我的銀子放給兌換銀錢的人，到我來的時候，可以連本帶利收回。奪過他這1000來，給那有10000的，因為凡有的，還要加給他，叫他有餘；沒有的，連他所有的，也要奪過來。把這無用的僕人丟在外面黑暗裏，在那裏必要哀哭切齒了。當人子在他榮耀裏同着眾天使降臨的時候，要坐在他榮耀的寶座上，萬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，他要把他們分別出來，好像牧羊的分別綿羊山羊一般，把綿羊安置在右邊，山羊在左邊。於是王要向那右邊的說：
你們這蒙我父賜福的，可來承受那創世以來為你們所預備的國。因為我餓了，你們給我吃；渴了，你們給我喝；我作客旅，你們留我住；我赤身露體，你們給我穿；我病了，你們看顧我；我在監裏，你們來看我。二人就回答說：主啊，我們什麼時候見你餓了，給你吃；渴了，給你喝？什麼時候見你作客旅，留你住，或是赤身露體，給你穿？又什麼時候見你病了，或是在監裏，來看你？王要回答說：我實在告訴你們，這些事你們既作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，就是作在我身上了。王又要向那左邊的說：你們這被咒詛的人，離開我，進入那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預備的永火裏去。因為我餓了，你們不給我吃；渴了，你們不給我喝；我作客旅，你們不留我住；我赤身露體，你們不給我穿；我病了，我在監裏，你們不來看顧我。他們也要回答說：主啊，我們什麼時候見你餓了，或渴了，或作客旅，或赤身露體，或病了，或在監裏，不伺候你？王要回答說：我實在告訴你們，這些事你們既不作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，就是不作在我身上了。這些人要往永刑裏去，那些義人要往永生裏去。